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足用生命顾家己的身体，拢无咧食冰的，实在真呛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个读做呛，考样呛，呛嘴的呛，读第7条。古早台语字典写这个腔的汉字是只欠钱这个欠字，来现代教育部是用这字腔来做代替字。古早字典解说腔的意思就是润嘴，有的物件无食，咱讲是呛嘴或者是呛子。若是讲有的物件润条咧袂使食，煞无在条润，咱讲是嘴袂呛或者是袂呛嘴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呛嘴，咱看到意思就是讲因为破病或者是其他的原因，有一寡物件都爱润条咧袂使食。第二个词嘛是同款意思，读做气嘴，嘛会当讲是禁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医生惊治扫，总铺惊食豆。若是扫要赶紧好，无呛嘴是袂用的。甜的甲冰的暂时拢袂使食，都爱较气嘴咧，才会赶紧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腔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